其實我偏東南氣流啊，呢個有喺北方咯，錯啊，西北方同埋偏東氣流會成草啊。偏東氣流啊，OK，我可以睇個呢個係有個草，呢個有個草啊，偏南氣流同北風，佢條有西南氣流，呢個係有個低壓降啦，低壓漩渦，跟住轉西偏東氣流，因為有個高壓，再轉得偏南氣流，咁偏南啊，低壓槽。轉啦，我黑點喺度啊，偏東氣流同西南氣流咁，佢啊，開始有強烈雨區爆發。